有没有？谁第一个？谁第一个？Andy Tan， 看到了，Andy Tan 啊，对吧？是吗？王雷，林北是王雷，是吗？Oh yeah，check it out，要换一下，好吗？可能 key 个，可能 key 个头毛爆炸去。Oh yeah，come on baby，everybody，come here，come on，来 Patrick Tan，Anna Tiểu BT，晚上好。Everybody good night. Steady Tan, I love you, darling. You come out, okay? Thank you. Alvin Tan, oh yeah. Whoa, whoa. 来，还有呢？啊，ha, beautiful Friday. This my, a beautiful day. This my, beautiful day. Whoa, yeah, my, it's the beautiful day. 茶小干你那牛来了。今天火气不大，我今天林北是气被人家气到头毛都变装都爆炸。他妈的，讲的林北只是卖个 T 恤，卖个这个控感的 T 恤，弄到干你叫我 Cocky 妇，你讲干哪你？看他现在变了叫我的名啦。我跟你讲，谁说要叫我的名字的啊，我就屌他了。Coffee 铺你讲干啦，就是这样了。Johnny 你讲铺啦，干你啦。今天是Jane LPJ 啊 ，Thank you Eric Chua， 你家开台湾的，台湾会使了。Yeah， 你无开哦，未使开。来帮工啊！周文慧 ，Jingo，Oh yeah，Oh yeah，哈。啊，Beauty Steven Wu， 那台中的朋友啊，今天总共拉黑了10多个人吧，10多个人，拉黑完了，拉黑。今天开始要讲的按摩一下，因为今天穿到有没有 Rocker， 感觉 Rocker， 我的彩铃呀，我的看你呀，就是这样。他妈的，台湾人啊，就是啊，很奇怪。他妈的，我觉得啊，他妈的很多嘞。他妈，今天我管到他，我就拉黑了很多啊。我管到是谁？我今天照屌、照赶、照丑。他妈的，王八蛋啊！林北在卖东西。他妈的，今天没有我讲啊，他就不会认我。我可以直接干他，我可以去屌他，所以这样他们不会认我。对不对？等我去台湾，他们也不会认我，有没有？有没有 screenshot 一下 ？Rocka， 有没有？有没有？来，这些 screenshot 一下 ，Rocka。看你呢，我的狗看到我这个白灯照，空干我就忽然间给你这造型出来，我出来也教阮照。来，亲爱的 Alan dear， 按摩 English。English 多湾亲爱的 ，English no 亲爱的 ，Dear，Darling，Honey，OK， 安妮娜，米小钟啊，米小钟你讲干啦，叫我叫名字就错了，好不好？来，台湾的朋友，干你娜，你们台湾的朋友是不是奇怪？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我们新加坡有一句话，低点讲，低点对，低点讲上，低点先行。干你呐！这个人嘞，规矩的一路好整排，所以你们说我不要回复台湾的网民就是这样了。血龙族他妈的用脑啦，用脑啦，用脑卖用道哦！我不知道台湾屁股是不是叫道，我是不是啊？台湾啊，用脑卖用道，我的干我的塞恁娘诶！你那死的林顺杰午安，有你讲干啊午安，干你那你不会说干你那这种人呢？对不对？台湾，你看，全部干嘛呢？一路好走，没有水准的。我跟你讲，我们这种有水准的人就是这样。今天有没有看见林北又不一样？林北今天一开口就是要屌人、干人、干掉、臭人。For you, I for you。啊你呐，我跟你讲，卖个 T 恤。买个空感 T 恤有没有？
大家都知道我在台湾刚刚进入第二批而已啊。妈的，叫人家来我的 comment， 叫人家去买翻版，我不知道台湾讲什么啦，北七耶，今年北七耶，那边留言写什么？留言什么？叫人家去买翻版，他妈的翻版反而比恁别正版的更贵，比我更加贵。看那让新加坡人讲砍烂了，你们台湾叫北七呀，妈的，你看。他来我这边说，叫人家去买，有一个不懂叫什么名，那个人真的你好白痴啊！翻版790、690，对不对？林北才卖590，一直叫翻版有了，干你那！我跟你讲去买咯，泰国4块180泰币而已啊，对不对？100泰铢而已啊！那边写不要买，不买，这个不值的，不值。干你那！问题是这样，因为只有我在卖，所以我想到空港这个字，我没有讲，你们会吗？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那个名字，台湾那个人，我现在屌的就是屌他了。鸟生啊，鸟生捞啊！干你那！这个鸟生这个捞啊，我屌你啊！妈的，不买就不买，不要来我的平台，他妈的，你好像一样啊！有一个台湾朋友，他挺我。他听我这个台湾朋友，那讲话他听我，做么呢？他听我什么？你看，他好像在我的留言那边写这些话，就相等于什么？你知道吗？你来我家吃饭，你来嫌我的菜不好吃，我的干你娘！告诉我哪里有这种人？干你那！以后你最好不要吃乞丐。如果你做乞丐，干你那不要饭给你吃，我拿狗屎给你吃。干你那！你这种人，他妈的，对不对？来了啊，你 Jeffrey 啊 ，Jeffrey 是我们的马来西亚 JB 的拿督。这个是拿督啊，他是拿督了，他很有钱的，他每天都换车了，他的做工那边每天都有10多辆的职车不一样，每天都换车，因为他是修车的，因为他是修车的，干你那，还干你那还什么，对不对？这种人啊，我们不要讲，那个鸟生捞的，你来我这边，你叫人家买翻版。后来我就 check 到这个翻版，我卖590，翻版卖690，我们很多网民就攻击他，我都那个照片啊复印起来发送给他看，他嘴太烂了。什么叫嘴太烂？台湾你知道吗？嘴呀，嘴就是嘴牙嘴巴，我要找嘴牙嘴，他妈我找不到东西，就是嘴巴啊，嘴巴，我们男孩子那个了，给他塞进去。这个叫做嘴太烂，干你那这种人呢，有没有？他就这样，含住没有？含住，我讲什么你嘛听无？这种叫嘴啊，太低烂，干你那！来我的地方啊，妈的，叫人家去买翻版，但是还好，台湾的朋友他妈的太可爱了，他们还是继续支持我，继续支持我。安妮娜，最好鸟生你在看林北的直播，他是台湾人，妈的，我跟你讲，我今天11点多 po 文出去，2点啊，我有800件，林北卖了500多件，要到600件，林北剩200多件而已，对不对？剩200多件而已，所以要买的台湾朋友。空港的 T 恤在这边正式剩200多件，等下下线的时候你们要买，你去看我的 link。今天我有一个 link 在我的脸书那边，我的主页那边，我的粉丝页那边，你去看，有这个主页就是我今天在卖，对不对？今天林北就钻这个棒一下，不要给人家看林北的脸，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对不对？啊，台湾的朋友，你看啊，讲了10分钟，还写一路好走，一路好走，一路好走。走什么懒，我都不知道你们讲什么意思嘞？台湾朋友，什么叫一路好走啊？怎么啊？真的我不了解，一路好走是什么？你家里有死人还是什么？哦，你是跟你家里人说一路好走 ，OK， 好 ，OK， 了解了。我本来我不知道什么叫一路好走。哦，哇，你这样多人，你们家里这样多死人啊？哇，那边哇好多啊！哇，可惜哦，哇，恁到了死人啊，拢要写一路好走啊！哎呀，可怜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了，节哀了。
写的人节哀了，领导有死人哦 ，OK， 但是没有办法，这样多人死，我没有办法放北京嘛，你看哇太多了，哇现在在流行死人了，哇可怜了，节哀了，来轮到我们台湾的朋友支持我的人马来西亚的朋友支持我的人跟他们讲节哀，每个人写一个节哀因为领导龙的死人。所以隆重的写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我们作为网民都是朋友，我们就写送回他，节哀吧，好不好？陈小文，你家里死人，节哀吧，对不对？还有庄玲玲也是一路好死，是领导的死人哦，哎呦可怜哦。庄家涵，哎呦领导好的死人哦，每个人一句节哀，真的节哀，大家节哀啊，你看。还有坑又肉哎呦可怜呐，怎么这样多人死？今天，哎呦，真的一路好走哦，有阿弥陀佛每个人一句节哀，哎呦可怜哦，真的来支持我的人写节哀给今天写一路好走，他们家里都有死人，所以他一路好走就是他家里有死人。我们新马、台湾、中国的朋友，我们是华人，我们要带着诚恳的心要来吊哀。他家里有死人因为行情坏没有办法放白金，我们就写节哀，全部人帮我写一个节哀好不好我们新加坡是 RIP Rest in place you know rest in peace rest 要 slang 的 rest in place rest in place 台湾的朋友一路好走你们家里人节哀节哀顺便很多人死了，我不知道咧节哀，台中的朋友赞郭基夫赞每个人支持我节哀一路好走对一路好走我们的谭杰蕊，你家里有死人，一路好走记得好好走。洪什么凯，哎呦，领导我的死人是死老爸还是死老母啦？给我们知道一下吗？是你妈爸往生还是你妈妈往生？哎呦，安怎啦？那么多人死，今天，那你林北一个人要对1万多人，他妈的被人家鸟。林北今天就是借助你们的力量来恭维他们，跟林北讲3天了，一路好走。英文叫什么 ？One way ticket， 一路好走，是不是 ？One way ticket 就是没有回头路，对不对？一路好走 ，One road smooth， 对不对？对不对？一路好走，我们开始叫 One road smooth，OK 真的 One road smooth 了。来了，我们的台湾朋友真的家里有死人就真的节哀对爱 ，Very steady 啦。新加坡朋友、台湾的朋友，连台湾朋友都支持我，对不对？台湾朋友一路好走，因到咧死人嘛，多路人无咧死人怎么咧写一路好走，一路好走。所以呢，台湾的乡亲，按摩一路好走因到若是有咧死人，咱就要甲伊讲节哀，对不？咱唐人的传统按摩是叫 rest in place。来，阿公阿嬷，咱做出来讲。Rest in place， 来，很好，阿公阿嬷再多一次 ，Rest in place， 对啦，有没有一个免死的？哇，死不完的嘞，你到了死不了这死不了真的，没关系真的很奇怪，没关系了。我说今天买个空港了。800件卖到剩200件，非常谢谢台湾的朋友。只有台湾只有台湾新加坡也有，新加坡是你要订的人剩100多件，我们是重复那天又卖了200件，今天就还剩100多件。你那挂我目镜是看无，你那后背堵上了。来，新加坡的你要空港的衣服就放这个号码来。914200什么200块？新加坡20块，20块新加坡20块要订的人空港的衣服91476181，台湾的朋友最后一批剩200件，但是要10个工作天嘛。我刚才那边写2个星期，所以包你拿到货品质不好退钱，
品质你觉得穿的不舒服，皮肤痒痒，包退货。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是是这个好的货，我们不是乱来的，品质不好包退货。所以台湾的朋友不用信，你买的不好，你私聊我。如果那个客服那边没有让你知道，不用紧，你私聊我，我这边都认识。还有跟我们的台湾的乡亲五肉哦，咱的乡亲的啊，我正式要宣布，星期一28号正式在台湾卖三文鱼、虾、越南虾，还有美国干贝、台湾干贝、日本干贝，还有卖那个烧鱼哦，还有拉面，总共有6样产品，就只有台湾朋友足俗的，俗甲干恁啦，俗甲恁娘较好，俗甲干恁娘的，真的，试试看，我们试试看，不新鲜退货，我已经跟我的客户合作的伙伴已经讲好了，对不对？你那画我目镜，我看不到你们的 comment， 我看不到。查小你太太，你那我太太收底裤啦，干那你来我个维修啊，喂啊，你来，有没有？那他忘记收，这个忘记收，你那查小你不要再来啊，你哪有？他妈忘记抄，谁生日？国旗父听生日，谁生日？谁生日？今天谁的生日？让你知道谁的生日？谁？让我知道一下。开甲更较水，开甲更。他妈的内裤忘记收，现在才来收内裤，看你那都来糊了。Alex， 国旗父好可爱，无啦，无可爱啦。今日啦，互网民啦攻击啦，讲我买这衫裤啦，叫人买什么物件？妈的，你垃圾鬼！环保业有要收内裤，迄种网民是干你娘，拢黑色的，我跟你讲，看袂到，没有，不是。我不知道他内裤没有收，现在刚刚收内裤，他妈的这网民王八蛋，而且什么？你今天你太太的内裤是昨晚你妈太太的内裤穿黑色，那我他妈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昨天我刚刚知道他穿黑色嘛，看你那我回头看，他忘记收，现在收了。他妈的，王八蛋的网民跟我讲说，你太太的内裤没收，我会假，因为黑看不到。妈，他不好意思，他走过去他就他妈的，1秒就没有看到我太太刚才那边走过去，有没有？他受了，不敢给你们看到，而且zoom。哎呀，太好笑了！谁的生日啊？国旗父，棺材嫂生日，棺材嫂生日啊！棺材嫂生日要换喽，那个生日歌要换喽，卖棺材的要跟他换喽。棺材嫂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南无阿弥陀佛，祝我们的棺材嫂生日快乐 ，One love small。妈的啦！看你那人家生日哪里可以叫人家一路好走？看你那你们也是王八蛋，还叫我唱这首歌，因为他卖棺材的嘛，对不对？要唱棺材的歌啦，来，所以我们要提示新加坡是9147 6181，剩100多件了，这个是已经第3批了。你们 WhatsApp 的电话那个是我女儿的9147 6181，9147 6181，所以你们要下单的下单，台湾的。就在我的 link， 今天已经很多人买了，对不对？那个等一下你下了，我看我的那边，我有那边因为很多是一个 link 的，这边不能放没有电话了，好不好？马来西亚的有啊，马来西亚是白字黑底，或者是蓝字白色的，只有2种，
只有2种，30块包邮，30块包邮，018-218-2727，018-218-2727，来帮我们写一下，这个新加坡的9147-6181，20块而已啊，20块而已啊。马来西亚30块包邮，30块包邮。新加坡好像是21块，邮费好像1块而已，邮费我忘记了，你 WhatsApp 去问，不懂20还是好像1块而已。看你拿这个黑眼镜，看不 comment 啊，他妈的，第一个看不，你啊个好，来 and share，好好的祝福啊，棺材草。祖父，我们的棺材少，棺材卖多多，不可以嘞！他妈的，叫人家棺材卖多多，不是死人嘴，袂使吗？棺材不要卖多，棺材不卖多，他又没有生意嘞，怎么办啊？全世界和平啦，好不好？和平已经假烂嘞，棺材少都有生意，都无死人。我跟你讲，做白事的最惨，不可以给人家，那个您看，给人家您看，人家就辛苦，对不对？不可以的，我觉得来了，我要恁爸姐讲呢，台湾的朋友，咱就讲恁兜咧死人啊，娘就是摆写节哀，无人笑了。他妈，这种方法只有恁爸想得到。又不得罪人，对不对？又不会去得罪人，对不？不你拢总写那款，咱就拢我写到等，咱台湾的朋友对不？写到等，节哀顺变，伊就唔敢写了。恁兜咧死人，他妈的嘴巴，我开玩笑，恁唔到他妈的，恁兜明仔载咧死人，你就万来万王雷，没有，开玩笑，恁爸这个台是开玩笑，开得起玩笑才来，开得不起不要来。我什么懒觉都可以讲，但是今天攻击我的人就不可以拿我的品牌。我们研究到要死，空港这个名词可以做日本机场、邓丽君也可以，但是谁会想到是福建话、新加坡的粗话，就是台湾的话就干你娘啦，这个不是干你娘啦，你给人家插了，你给人家插也不好听，你给人家。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不一样。下雨啊，你们马来西亚下雨啊？后面的内裤忘记收，等下下雨要收啊，不然干妈的事超生啊，对不对？来了，上面的棉毛，下面的棉袍长。你问恁爸的上面的长还是下面的长？你来看啦，你有看不see啦？看你那 ，You tell me my hair long or my cock hair long？I go cut 啦 ，I go cut。1 month cut 2 time。我1 time 啊 ，I cut 啦 ，I cut。I didn't see 嘞 ，I took sabun 嘛 ，I took sabun 啊 ，I didn't see。我跟你讲啊 ，little bit only 啊 ，my bird give me cut finish。你讲 I took sabun 啊 ，I took sabun，嘟，跟你，then I cut my hair 嘛 ，I cut，little bit only, my bird my cuckoo bird give me cut finish。跟你这个，finish 你的生日对吗 ？Facebook 又没有人家讲你的生日，每个人都你的生日，小气的不要进来干。对啦，口皮肤，我干你那你讲这句话最是人的话，还是马口的人好，马口一级棒，对不对？所以大家明天拜六啦，开开心心过1个小时啦，不要干嘛的讲废话啦。林北今天讲那种鸟话给你们听，大家开心就好。最开心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说他的阿嬷4月看我的直播到现在。我昨天就录一个影，我阿嬷，我的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我的合家平安哦，我传给他，他阿嬷说，妈的。阿嬷开心到整条内衣都松掉，我问他为什么会松掉，他的孙为什么会开心到松掉？他说他的阿嬷没有穿内衣的。来，快点什么？快点卖啦！干你那李顺杰，李顺杰，我觉得你年轻人蛮实力，不要像其他人。
一直干人，一直干人，干人不要跟我买，一直看而已，看爽而已。啊，那现在我很厉害嘞，跟我那些对杠的啊，跟我买，有跟我买了，好像那个李顺杰被我赶到，他真的跟我这个星期帮我买2套了，但是没有啦，开尽量了，啊，真的有用到才买，有用到了才买，好像一个骡子就是这样，他知道我直播辛苦。哇，他一直跟我买，今天 Facebook 你看，他2天他跟我高官1000块的东西嘞，他买了很多，工厂煮给人家吃，啊，比较贵啦，跟我买比较贵，巴萨买比较便宜啦，但是他支持我，他知道我辛苦，干你娘，知道？你知我辛苦对不？阿嬷，他阿嬷真的，他阿嬷一定，他的阿嬷 Steven Wu 对，他说连他的阿嬷啊都会讲空港。他讲他妈嘞，85岁都会讲共港，因为他的孙儿一直玩电脑他妈啊，他叫什么名忘记了，他刚刚问我叫什么，不好像叫阿孙啊，阿孙啊，吃饭啊，他讲阿妈等下啦，我升点啦，阿妈就骂空港啦，吃饭啦，今天也有电台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问我。今天有一个某个电台来接受我访问，我接受访问，他说：“你这样骂粗话，你觉得会怎样吗？”我说：“我60岁了，我11岁就骂粗话了，对不对？我11岁骂粗话，我骂了粗话，整骂了48年的粗话。恁爸骂了粗嘴啊，台湾都讲什么粗话啊？我骂了粗话，骂了49年，我也骂了粗话才去跟他结婚。”他就是喜欢我的粗话，对不对？我一直赶，结果认识他3个月，真的干到大肚子。我未婚，我先上车后补票的，我不怕人家知道，有没有？人说娶老婆最好娶屁股大，够大吗？才有厉害生。对，今天卖什么？没有啦，今天卖月饼哦。我跟你讲，今天跟大家讲。我跟你们这样聊天聊了半个小时了，所以台湾的朋友，星期一拜托大家进来看，因为我真的找到很便宜的三文鱼，你们叫桂鱼啊，我找到很便宜的越南虾啊，我找到很便宜的日本干贝，我全部拿到了，所以拜一就可以在台湾第一波卖海鲜，我希望大家这1-2天不要买鲜。我先通知啦，对不对？如果有的人是下个礼拜的啊，先这个礼拜先买。所以我跟你讲，这拜6礼拜拜6礼拜你不要去买菜买这样多，留来跟我买，好不好？支持盗版，要的 PM 我来干你老兄嘞，我来干你，我来干嘞！你看那个王八蛋啊，一下来我爸出过，我太太就看我了。来看，你不要跟他来另外一下，支持盗版，要的 PM 我，看你哪朱正义，他妈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王八蛋啊，回家在我旁边你就不敢讲，在林北的旁边你一直讲不停讲，看你那这种人，林北要开始做生意你就来捉弄我，刚才你就不要进来他妈的你的懒趴林北都跟你割下来，我跟你讲，看你那。查小你又怎么？我阿嬷只会讲用屌你妹，屌你，这个不可以讲。阿嬷这个客家话，看你那查小你王八蛋，这个客家话屌你妹，屌你，客家话林北你们不会啊？他妈的呀，这个就不可以讲啊，别的可以讲啊，我不会。来了，台湾朋友，单雷金刚刚进来啊，单雷金刚刚看到嘞，这边看不到，那边看得到嘞，来这周整又跟你那讲什么烂话，讲那么多，直接下播下，你哪部下播，看你那不会屌出啊，屌出你北京屌你够你，看你那你这种人啊。干你那，我跟你相信你啊！他妈的，一直嫌杂货去那边，干嘛整班杂货？干你那，很多人讨厌你，你会还很谢你，走了。